当初我把你当亲生女儿养育，反过来，你倒要杀了我的女儿。郡主，请把您的兵器交给属下保管。这些人似乎不是往日的守城护城军。听说城主最近好像加强了防备，亲自点兵点将选拔的城主守卫。难道母亲要一辈子都防着我吗？郡主，这次城主好不容易召见您，您一会儿可要小心行事，务必哄得他原谅您。这个我自然知道。母亲，解释吧。母亲，女儿根本不认识此人。他已经全部都招了，你还想说什么？请母亲原谅女儿一时鲁莽。一时鲁莽，畜生！你竟然做出这种惨无人性之事！你知不知道，芊芊为了给你让位，才会与我假死诀别。又是为了我，他做什么都是对的，都是忠义两全，而我，就是一个坏事做尽、无情无义的人吗？难道不是吗？母亲，你曾经教导我，成大事者必须斩断情分，才能成就一番大业。我只是不想让你被情感所牵绊，哪里是让你去杀害自己的亲人？陈芊芊她没有死，她逃去玄虎城了。那我倒要谢谢你放过芊芊一马了。我真是没想到，当初我把你当亲生女儿养育，反过来，你倒要杀了我的女儿。难道我就不是您的女儿了吗？我与已故裴思君交好，情同姐妹。当年她以身殉职，我念在你年幼无知，无人照顾，把你抱进了城主府，还下了封口令。没想到，却养出了你的狼子野心。你派人暗杀芊芊，怕的就是日后她回来抢你的城主之位。可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大可以就下令立你为少城主，也可以直接任命你为下一任城主，整个花园城都是你的。可你看看你现在的自己，你德不配位，城中的百姓子民，加上跟随你多年的护城军，都不愿归顺于你。这个位子，你坐得稳吗？你拿什么说服我将这花园之城托付于你？你又对得起已故的裴思君吗？啊！